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若望所在的福音。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不惜賜下自己的獨生子，使所有信從他的人不致死亡，反而獲得永生。其實天主派遣子到世上，不是為審判世界，而是為使世界借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審判，不信的已經被審判了，因為他沒有信天主獨生子的名字。上主的話。天主聖三嘅道理呢，為我哋所有神父呢，都係一個好難去展述，好清楚啦，好具體啦，好細節地咧去講解天主聖三係點嘅。我哋最多係講咗啲好皮毛或者一啲係好基礎嘅神學觀念嘅啫，因為聖三實在係太宏觀啦，佢嘅內涵係太深沉。你諗下，無限嘅天主，我哋有限嘅心靈，點能夠全部解構呢？不過又唔係話唔可以講嘅。天主聖三呢個道理呢，喺教會2000年嘅神學發展、教理發展裏面，都曾經有好多人試圖用一啲例子、一啲圖像嚟到去形容天主聖三。例如最傳統嘅就係一個三角形啦，一個等邊三角形。如果我哋識幾何數學嘅，知道等邊三角形嘅定理係乜嘢？佢哋係同一個圖形，不過又有三條邊、三個角，三個角同三條邊都係等同嘅。咁啊，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又有人呢，用水喺唔同嘅狀態嚟到去表示天主聖三。水通常有幾多個形態呢？我哋話3個形態，一個係液態，一個係固態，一個係氣態，係咪啊？咁啊，但係佢哋都係同一係水，都係 H2O 嗰個成分。咁諸如此類，好多人都用咗好多表述，既係一個天主，但係有3個位格。願神父願意咧，用一個中國人嘅觀念嚟到去講今日嘅主日。我剛才講今日係主日中嘅主日，大家有冇聽過認祖歸宗啊？有啊，嗬。咩叫認祖歸宗啊？喺說文解字裏面咁話嘅，被人收養或非婚姻生的子孫，回復原來姓氏，並祭祀具有血緣關係嘅祖先。即係話被人領養咗嘅，或者被人俘虜咗嘅，或者你係俾人收養嘅。咁有一日你揾翻自己嘅原生父母、原生家庭，重逢相遇，然後做一啲感恩祭祀，我哋話呢個係認祖歸宗嘅行為。今日天主聖三瞻禮，彷彿就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係認祖歸宗，承認天主係我哋在天嘅大父。有啲神學家更加講係我哋在天嘅大父母。雖然聖經一向咧都係俾我哋一個形象，天主係男性，但係天主嘅神有冇性別真係唔知，所以藉住天主性嘅創造啦、救贖啦、呵護啦，咁有啲神學家主張應該都包埋母性嘅，所以天主嘅在天嘅大父母咁去解釋係冇錯嘅。而我哋將呢個道理、將呢個概念認祖歸宗套入我哋基督徒嘅生活同天主嘅關係係點呢？天主係我哋在天嘅大父，係佢創造我哋嘅。可惜魔鬼同埋罪惡將我哋從天主手中俘虜擄走咗，幸得耶穌捨身相救，我哋先至能夠逃出生天。
再次翻返去天主嘅懷抱。所以我哋今日係咪應該真係認祖歸宗，翻返去我哋生命嘅本源呢？天主聖三遍佈喺我哋生活嘅大大小小時刻。剛才喺神父開始彌撒嘅時候，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始神父嘅第一個致候，佢點樣講㗎？你留意下，好靚嘅呢個經文。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聖神嘅恩賜，常與你們同在。就用聖三嚟到去同大家致候。呢一個彌撒嘅致候詞，為我哋帶出天主俾我哋慈愛，基督俾我哋聖寵，聖神賦予我哋恩賜。點去理解呢三個禮物？慈愛係表示住天主因佢嘅愛寬容放過我哋人所有嘅罪。呢個我相信我哋冇人會抗議。幾時我哋求天主寬恕，佢一定會接納並寬恕，尤其是喺修和聖事中。而基督嘅聖寵有三個方向去表達，佢幫助我哋首先出死入生，分享復活嘅生命。耶穌復活嘅生命係話俾我哋聽，我哋有能力、有權利戰勝罪惡、魔鬼同埋死亡，然後過一個天主子女嘅生命。第二個幅度喺呢個生命中，我哋能夠分享天主生命嘅活力，常延不息，唔會有終結嘅。最後我哋能夠有分享天國永恆福樂嘅可能性。我哋大家透過入門聖事、聖洗聖事，我哋大家都揸住咗呢個國籍，揸住咗個 passport 啦。但係入唔入到天國，唔係天主嘅問題，係我哋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努力保護住呢一個護照，能夠使佢唔好失效，使佢能夠過到關，然後我哋入到天國。呢個係基督嘅聖寵。最後聖神嘅恩賜，啱啱我哋上個星期過咗聖神降臨節。聖神嘅恩賜好具體，喺聖經揾到，喺依撒意亞先知書同埋保祿嘅神學裏面。喺依撒意亞裏面提到7個神恩。我哋早輪呢主日學嘅使命班呢，堅振班呢領受咗堅振聖事。堅振係俾7恩嘅。通常咧喺考堅振道理嘅時候咧，神父都會問嗰啲領堅振嘅同學：你可唔可以講俾神父聽，聖神7恩係邊7樣啊？不過通常好難記嘅。今日同大家重溫：智慧、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敬畏。呢個係聖神俾我哋嘅7個恩典。如果我哋都想信仰精進，我哋一定要有呢7個恩典幫助我哋。然後我哋好好地活我哋嘅基督徒生活，過一個好嘅祈禱生活，同天主緊密咁相連。我哋會結出9個聖神嘅果實，喺保祿宗徒嘅書信裏面有提嘅，係邊9個啊？仁愛、喜樂、平安、忍耐、溫良、良善、溫略和、忠信、柔和、節制。呢9個果實係努力地活信仰生活與天主緊密相連嘅靈魂一定會結出嘅果子嘅。對天主聖三嘅奧秘，我哋只能夠好似以下呢句說話咁講：言有盡，意無窮，感而遂通。要悟而唔係去明。講一個實際嘅例子，信德呢，係你要信，好多時候你未必係俾到一個好精確嘅答案俾你。又或者有啲時咧，參加堂區啲活動啊，去朝聖啊，去旅行啊，去聚餐啊，咁有時候啲兄弟姊妹咧都會問啲家人朋友：喂，你去唔去啊？咁有啲人咧就好猶豫啊，又呢樣又嗰樣。我記得咧有個教友一個金句，真係我都覺得幾好。佢話去啊1個字，唔去2個字咁啊。咁我哋咧堂區啲職員咧學咗咧，咁啊同啲細路仔講咧就呢個唔好學答應就吠一聲，唔答應就吠2聲咁。
即係呢個梗係唔好啦，係咪？咁啊，但我好中意呢個教友講，去係一個字，唔去係兩個字，使乜咁猶豫咧？有啲嘢你知道晒先至做，未必係一定好啊，係咪啊？但係你去做，一路做嘅過程之中，享受嘅過程，你嘅改變真係好緊要。我相信信德就係咁啦，信就一個字，唔信就兩個字啫。天主不在山外，天主不在海角，更不在天涯。天主喺邊啊？在我哋嘅內心深處。喺靜默中，我哋先至能夠聆聽到佢嘅聲音。靜心、清意係兩個好重要嘅準備天主降臨嘅功夫嚟嘅。當我哋心中波濤起伏，就好難睇清水裡面嘅動靜同埋情況啦。我哋要學會修心養性、寡欲平常。上個星期日神父完咗第二台彌撒，咪急谷腳趕住去香港嘅。咁我就同咗香港一班寶血之友嘅教友咧，就去做2日嘅避靜。初避靜嘅時候咧，好多啲參加者都覺得，哇！我可唔可以神父咁要求咁嚴去做到㗎？我要求佢哋放低個手機，最好交咗俾修女看管，唔好睇手機呢2日，然後靜默呢2日，唔講任何閒偈，靜靜地同天主一齊。哎呀，到避靜嘅結尾總結嘅時候，個個都得到好好嘅經驗。佢話：哎呀，從來都好少咁樣去唔同人講嘢，但係喺靜默中真係會聽到天主嘅聲音，甚至乎有啲人好耐嘅答案呢，天主透過佢哋嘅祈禱呢，真係得到天主俾嘅指引。所以以靜制動，以愛生情，以心對應，謙容忍恕，我哋先至能夠做到度化自身，感化他人，獲天主垂青。天主是愛。我哋有一首咧引用住聖經精神嘅短頌，係咁話嘅：何處有人，何處有愛，天主必常在。其實係講出咗基督徒嘅愛咧，唔係一般情情塔塔嘅愛。基督徒所推動嘅愛係仁愛。當我哋實踐仁愛，我哋就容易揾到天主。除咗喺靜修中，我哋揾到天主；喺我哋行仁愛嘅時候，我哋能夠揾到天主。愛唔需要多解釋，唔需要多演繹。仁，我哋就要去了解下乜嘢叫做仁啊？喺4書裏面咧，儒家嘅精神話俾我哋聽，仁係泛指人與人之間嘅相互友愛、同情、關懷與善良嘅道德情操。我重複一次，仁係泛指人與人之間嘅相互友愛、同情、關懷與善良嘅道德情操，係一份愛人嘅表徵。個人字點寫㗎？一個人跟住一個義字啊，要2個人先行到仁嘅喎，即係話我哋人際嘅關係要有人際嘅關係。喺儒家嘅思想裏面又有另一句説話啦，仁者樂山，有冇聽過啊？冇啊嚇！你唔好讀個樂字喎。如果你話仁者樂山，跟人哋話你唔識嘢啦。仁者樂山，智者樂咩啊？真係冇聽過喎，大家。智者樂水。嗱，我哋中國嘅文化咧好深厚啊，中國人要識啊。仁者樂山嘅意思話，指仁德之人，如同高山一般，安於義理，心口重沉穩，不為外界名利所動搖，係一個有大氣、穩重、有修為嘅人咁解。如果你能夠做到仁愛，又穩重又有愛，天主聖三又點會唔嚟到你心中呢？